大家好，我是嘉辉。今日呢，要来小解即个台语鉴定的用册吼。咱分做上台的部分甲教无部分，还佫老师所编的册啦吼，大家拢会参考看觅，这毋是业配啦吼。好，咱先来讲即本专名台语认证导论。即本呢，最主要是小解专名台语认证，伊是要安怎考试的？吼，伊每一个题目吼，详细诶，迄个考试诶方法甲小解吼，啊，佫有即个题目吼，互你参考会当练习。啊，毋过咱若是要台语诶题库诶迄落册，咱等下会小解吼。啊，作者是成功大学诶台语语文测验中心吼。啊，出版社是阿西亚国际传播社。好，咱要讲的即本呢，就是台语认证考古题。即本嘛是台语语文测验中心吼写吼，甲准教授，啊，佫有出版社是阿西亚国际传播社。即本呢，就是规本拢是考古题，所以呢，你要考全面台语认证，你一定爱做即本。全部拢做好了，详细听，听你诶部分。其实伊真有难度，你若要考高分，其实毋是单考考古题。咱顶一回诶影片嘛有讲着，咱爱看足济，比如讲台语医学诶册啊吼，也是讲即个文学诶册，吼，逐个拢爱参考看觅吼，毋是讲啊当做考古题，啊当看迄个认证诶册，有法度考过，这是较困难啦吼。所以希望逐个呢拢会使买册吼，买较侪册来读，安尼会进步足济哦吼。所以啊，咱要来小解是教育部台语认证诶即个册吼。第一本呢是即个试题吼，就是你要考教育部认证进证，你一定爱做即本试题，因为试题会甲你讲台语认证吼，即个教育部台语认证伊要安怎考试吼，啊，然后呢，即个分数伊诶分配是安怎分配吼，啊，佫即个题目吼，每一个题目吼，伊诶形式是啥物款诶吼，好，即个编者足侪啦吼，啊，出版社是开朗杂志事业有限公司。好，第二本呢是即个考中高级诶闭关哈，就是即个教育部诶认证用册。吼，啊，编者共款是遮诶作者，出版社开朗杂志事业有限公司。好，安尼即本册呢，最主要是要甲你讲，考试诶美角啊，吼，也是讲即个每一个题目吼，伊需要用到一寡语词啊，吼，也是讲一寡考试诶方法啊，吼，大家咱参考看觅啦吼。啊，佫有一本老师编诶吼，即本是我今年2月25号出版诶即个讲义啦吼，啊，希望会当大家会当参考看觅吼，因为即本讲义毋是单会当考上台尔，嘛毋是单会当考教育部尔。吼，我即本讲义是要互大家会当考教育部嘛会使吼，啊考即个上台认证嘛会使吼。啊，等下我会小可小解我诶内容哦吼。吼，即本适合诶程度，就是你要考中高级甲高级即个阶段，拢会使用。你讲啊，老师，你诶册是中高级派，你讲高级会使呢？嘿，安尼老师等下说明吼。好，安尼我先讲者，即本讲义是我家辉本人编诶吼。罗马字诶部分有台落甲教落，教育部伊上台落哦，嘿，啊，迄落上台有台落甲教落，啊，画人甲伊台落画人甲伊教落吼，这就是家己介意诶部分哈，咱无用票遮人会当考啥物货，吼，啊，所以这恁家己决定。啊，毋过我诶讲义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台落诶嘛会当考，教落嘛会当考，所以呢，你不管你要准备对一个吼版本诶，你都会当准备。
啊，老师讲伊内底嘛有详细小解讲要安怎考即个讲诶部分，吼，啊，阁有即个写作诶部分，吼，等下老师会小解。内底有全落诶文章会当互你练习，也就是讲你会当看全落诶文章练习即个罗马字，因为升台考试哦，吼，升台考试伊是有考80分诶罗马字，也就是40条诶罗马字，伊是无考汉字诶部分，所以即个时阵罗马字就足重要。啊，你讲要对找全落诶文章来读呢？交回老师本人咧，嘿，我就有咧写全落诶文章，所以我有收录我家己写诶小说，吼，我家己写诶小说伫即本册内底，所以会当练习无，吼，会当做练习，吼。最后我要来小解即个台文诶题目，吼，内底有10条台文诶题目，互你写，互你写，就是老师家己设计诶题目。目前趋势，吼，就接近咱诶题目诶趋势诶迄个方向。我出10条伫内底，所以即10条呢，咱除了会当用伫咧写作诶部分，咱嘛会当用口语诶部分。其实你若写出来，你安念看觅讲，你敢有顺无？吼，即个文章有顺无？啊，还是讲对需要修改诶所在？吼，啊写了你若是会使，你会当。来念出来，或者会当训练你诶口语，哦，简单小解即本册互你，若是有啥物疑问，你嘛会当伫下骹甲我讲哦。好，多谢大家，大家再会。